东山碧贤寺，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2月1号，农历乙未年，民国104年12月23号，固定12月23号碧贤寺举办恭送观音佛祖圣驾回火山碧云寺，就是岩嘛就是关子岭那边火山碧云寺。早上6点38分出发，往那个东山国小那边的东边的路一直走，再到德昌街左转，然后大概50公尺左右往东转，然后到田里面的路，接着要走山路了，大概要到11点左右才会到达火山碧云寺。到了过年农历正月初9跨初子时，晚上11点半以后，再恭迎回东山碧贤寺。国历2月17号恭迎回碧贤寺。